北西马尼园是耶稣真喜爱的所在，伊常常通家己伫遐祈祷，也伫伊所创造美丽的世界中安心入宿。我过做晚餐了后，耶稣甲伊的门徒搁一摆行过花园的门，伫恬静的橄榄树骹，因在找找安慰甲避难的所在。暝深的时，花园中树林的阴影也较对面。伫黑暗暝中间，耶稣心肝痛苦规一地上，门徒都拢困起来。伫恬静的暗暝中，耶稣求讲：“爸啊，就互即个杯离开我。若有别条路通行，请你将即个苦杯刷开。”伊祈求的声，半假的山谷，成做忧伤痛苦、孤单无伴的声。当伊流血汗，搁滴落伫土里的时，耶稣的心降服伫天父的旨意，伊就将家己的心献伫上帝的呼召。忽然，伫远远闪闪的金星，煞变做凶恶的黑白。犹大带一支罗马兵冲入去花园内面，招找耶稣。耶稣站起来，面对伊的名话讲：“爸啊，愿你的旨意得成